中国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继续伫传，中研院提出警告，这种称之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有变跨团这个特性，突变率真悬，这个团围这个范围真宽，再加上已经出现无镜头一人喂人这个病例，就算热天温度升悬和疫情会较回，也毋过到寒天有可能会阁出现，甚至会像流行感冒共款，逐年拢会发生一摆。外出炎风患病毒侵入，但是武汉肺炎确诊案例持续增加。中研院发现2019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出现着变工团的特性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现，甲 SARS 的特性无相共。SARS 是10%左右哦，那所以目前看起来是比它低一点。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的致死率比 SARS 较低，但是传染力却愈强。传染力看起来也可能会比 SARS， 我们估算来说是比 SARS 的传染力还来得更厉害，很类似 SARS。那可是，在很多的地方的表现上面确实是不太一样。中研院前院长洪启伟进一步指出，2019新型冠状病毒甲 SARS 基因序列相像度超过70%，虽然致死率较低，但是传染的速度愈紧，恐惊会演化做像流感同款的常态传染病，甚至每当拢会爆发一解。中研院研究员郑世良归纳出新型冠状病毒的3大特性，属于 RNA 病毒，突变率悬，散布会比 SARS 较快，加上有无症状人传人的病例，就算确诊患者好啊，病毒嘛有可能藏伫体内。拄着热天又温度升悬，疫情会较慢，但是到寒天可能会再出现，将病毒的特性增加防疫工作的困难性。